月天困厝顶，伫咱台湾庄脚的做事人，过去拢是用农民力做标准，来从事有关政策的势头，主要是要根据四季气候的变化，来决定工作所要进行的进度。若是照农民力所记录，12月拄当是大旱的时阵，徛起伫地球北方的人，一定拢爱面对花花草的北风，以及亲像棉仔的大雪。假使住伫较南边的人，冬天虽然无亲像北边遐尼啊寒，总是拄着寒流来的时阵，嘛是会寒甲死死阵。寒流若是一个来，毋若温度降低，特别伫所住的厝内，也是厝尾顶，甚至伫外口埕、路面上，拢会结一层薄薄仔的水汽，看起来哪亲像雪结冰，摸起来又阁无啥相款。自然学家就甲号做霜。这款霜伫咱厝内的冰箱，若甲拍开冷冻库，嘛会发现结一层白色的霜。大寒的12月天，若是一个空暗的半暝去困伫厝尾顶，就是在冻霜。所以12月天困厝顶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冻霜。伫台语中，冻霜还阁有另外一种解说，就是绿色的意思。这是在形容一个人一生钱拍二死的角，毋甘帮赞别人，还是袂堪得互人偏，就形容这种人是真冻霜。圣经有一句宝贵的话安尼讲：好人的比甲人体的较有福气。使徒行传20章35节。望咱拢无做一个冻霜的人。12月天困厝顶，伫咱台湾庄脚的做事人，过去拢是用农民力做标准，来从事有关政策的势头，主要是要根据四季气候的变化，来决定工作所要进行的进度。若是照农民力所记录，12月拄当是大旱的时阵，徛起伫地球北方的人，一定拢爱面对花花草的北风，以及亲像棉仔的大雪。假使住伫较南边的人，冬天虽然无亲像北边遐尼啊寒，总是拄着寒流来的时阵，嘛是会寒甲死死阵。寒流若是一个来，毋若温度降低，特别伫所住的厝内，也是厝尾顶，甚至伫外口埕、路面上，拢会结一层薄薄仔的水汽，看起来哪亲像雪结冰，摸起来又阁无啥相款。自然学家就甲号做霜。这款霜伫咱厝内的冰箱，若甲拍开冷冻库，嘛会发现结一层白色的霜。大寒的12月天，若是一个空暗的半暝去困伫厝尾顶，就是在冻霜。所以12月天困厝顶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冻霜。伫台语中，冻霜还阁有另外一种解说，就是绿色的意思。
这是在形容一个人一生钱拍二死的角，毋甘帮赞别人，还是袂堪得互人偏，就形容即种人是真当算。圣经有一句宝贵的话安尼讲：好人的比甲人体的较有福气。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毋望咱拢无做一个当算的人。